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7月10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行政院长杜英泰15号视察台南市灾前，宣布徛给受损面积超过20平方公尺，将发放5万块到10万块的互援慰助金。台南市政府16号阁宣布，针对着厝顶以及外墙损害等，启动徛给损害慰助金实施计划，上悬会当领到10万块。这回台南市风台造成台南市有侪徛给损害，除了行政院会针对着受损面积超过20平方公尺的徛给，发放5万到10万块的互援慰助金。台南市政府也启动徛给损害慰助金实施计划。屋顶含采光罩及外墙含门窗这个损坏面积如果达到未达20平方公尺者每一住户慰问金是1万块，也就是20平方公尺以下的话就是1万块好，那如果20平方公尺以上且未达100平方公尺，这个部分慰助金就是新台币5万元然后面积更大的话是达到100平方公尺以上的话，这慰助金就是10万元。工务局会针对着厝顶、外墙、门窗损害等，依照面积核发慰助金。若是无人大的话，金额只会摕到一半。若申请的是中价收入户，加发5000块慰助金，每一户申请以上悬10万块为限，一切拢将款认定。虽然说无论如何，我们的补助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我们所有灾民的损害，但至少可以尽量的协助他们来尽快的来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台南市灾后重建志工的招募平台，我们已经有了593位志工登记来服务。那一直到昨天为止，总共有336名志工已经到将军、七股、学甲、麻豆。其中7个西寮地区因为淹水严重，
市府也搁特别查价每一户位租金25000块，呼吁受灾民众赶紧提出申请。社会局嘛持续招募志工，前往灾区协助清理家园。救灾捐款专户嘛已经有4835万外。但是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为这摆洪灾导致人力物力救灾以后，立委林正宪伫立委郭国文、赖慧媛以及12位议员亲自出席陪同之下，对外宣布募集600万，要来捐予洪灾专户，希望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活。面对这摆洪台灾情，特别是台南电力恢复接近完成的时刻，立委林俊宪再次号召所有立营的立委嘉宾台，除了说明第一阶段人力物力的资源救灾以后，接续中建阶段更需要各界资源到3工。伊除了向岛议长欢迎拟定洪灾相关经验的协作方案以外，嘛宣布伊甲3位立委以及议会民进党团将募集600万来捐予洪灾专户。也呼吁其实大家应该要同舟共济，我们都应该要感同身受。所以我今天特别感谢在场的立委还有议员们，我想还有更多的人会来参与加入，我们就一起来号召，我们定一个大家捐款的目标，大概就以600万台币来捐给我们政府的救灾的一个专户。所有荣泰院长提出许多的建议那也把钜县委员的建议做一个转达，赶快成立专户，然后让民间的资源能够投入，让公司得以协力，让家庭可以提早重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所以资源其实最关键的我相信发挥我们所有公司的力量，一同来缺募。那除了现金之外，目前还缺2种资源，一个呢帆布目前还在缺，另外一个呢工班接下来会很缺。身为灾区的立委赖慧媛讲到大家协力救灾感动，强强要讲不出话，包括议员陈秋红甲沈家宏这阵嘛拍假特别黑，讲到灾区就是4个字惨不忍睹，所以后就是汇集公部门甲民间力量，因会带头以600万为目标，全力募款，抛砖引玉，帮助灾区早一天重建，恢复正常生活。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这摆风台真侪偏向徛家的厝乡顶建物拢损害，目前嘛需要积极清理。安南区公所呼吁民众清理的时阵一定要挂水暗来保护家己。早期23大人前，真侪徛家厝顶拢是用石棉的建材，不过这摆受风台冲击，不管是厝顶还是铁皮厝体，有真侪拢被吹甲海去。所以家户趁这几天好天，将破损严重的石棉卡来赶紧清理，先用一块一块肥料袋来包装，随放伫家己的厝门口来等待环保局统一清运。对此，区公所表示，厝内有石棉毁损的民众，会当到公所登记，或者是向环保局申请。特别提醒，清理过程一定要挂嘴暗、压水，保持适时的较袂营养来保护家己。毕竟石棉已经被国际列为1级的致癌物，台湾伫2018年的全面禁用。石棉瓦本身有具一些毒性那所以在这里也呼吁乡亲在处理石棉瓦的时候呢，要记得要保护自己，戴好口罩来保护自己。那也保护其他人。我们石棉瓦整理好之后，一定要把它打包完整然后依区公所或环保局的指定地点就集中在那里。那环保局会尽速的速度来处理移走，那再到他们最后放置的地点。这摆风台除了让台南农渔民损失惨重，一般民体重建更是需要长时间。现在还有石棉危害后遗症，民众只祈求唔通还有风台来袭。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
南部地区会考不少，台南市县林美苑特别结合二心爱心慈善会甲福田善行协会，将伫19号伫南区二心国小举办爱心关怀活动，呼吁各界踊跃关怀。议员林美苑表示，这届风台唔定受灾严重，相对的造成真侪关怀活动拢来停办，拄着会考的库存量不足。因此，结合南区日新国小家长组成的爱心慈善会，甲着福田善行协会，将伫19号要来举办关怀活动。现在这捐血账里面的血户真的是严重的，就是看亏，真的是比较缺了，很缺。尤其这一次风灾事实上也耽误了很多该办的一些捐血活动，停摆了，无法度办啊。无法度办的时阵，就有一些捐血小朋友要捐血，也是停摆了，所以我们就是日新国小，我们的爱心爱心会还有福田爱心会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就发起了这一次的，就是我们的捐血我们最主要都是帮助一些弱势的小朋友，每年都会固定每个月啦，都会固定来帮助一些比较弱势家庭啦，像这次。这一年我接来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啦。当然在过年的时候，南溪大地震，我们也有去捐物资，然后这次来办这个捐血活动，然后还有包括这次我们那个大台风天嘛，我们也风灾啦，我们也有准备一些物资要送给旗鼓跟北门那边啦19号的关怀活动将伫日新国小的大门口来举行，对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关怀250cc，净送专人的礼券200块，500cc，净送500块。到时现场劳工局嘛将号召视障按摩团体提供俩零的服务，欢迎民众踊跃来关怀。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南区水沟城有一丛霸东的泽仔树，明德社区发展协会向市府申请社区营造计划，除了照护霸东泽仔树，甲环境生态维护，嘛互民众更加了解老树的历史。受到丹纳斯风台的影响，台南市真侪路树拢被吹倒，不过为伫水沟城这丛100年的泽树，却一点仔无受影响。只有边仔一寡红树被扫甲真严重。明德里社区发展协会伫里长陈瑞华的带领，透过社区营造计划，日前嘛成立志工队，伫风台过后进行泽仔树周边的清理。7月8号已经开了第一场的一个百年枣树的故事，就是我们邀请到前里长张英来跟我们说这个百年枣树的一个由来，它的文化历史背景这样子。我觉得在第一堂课我们就上了很珍贵、很难得一堂课程。他有说这棵柏树其实今年就是100岁了。100岁，我觉得100岁是很不简单，一棵树可以到100岁。所以今年在这个计划里头，我觉得把这个枣树，这个百年枣树衍生为社区，应该它要永续的去经营、去传承。那这个枣树具有非常非常好、非常不同的意义在，就像这个社区，它可以长长久久、永续的一个发展。明德里结合100年的枣树，推动社区营造找到幸福的系列。15号还佫邀请到嘉义大学农林系硕士，同时嘛是美国 ISA 国际认证的树艺师卢新宏，到社区来讲解100年枣树的生长习性。它生态的维护，很多的过度开发也造就了很多的树木，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去考虑到很多的相关因素，比如说树木的排水、树木的它的一个基盘、它的空间、它的植穴、它的土壤，
这些土壤的一个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一棵的一个老树，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植穴，只不过因为旁边做了一些花台，那导致它的一个排水可能跟原先在早期40-50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它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它所的一个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目前很多的地方的树木并没有相关这样子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要呼吁所有的一些植树爱好者，或是说这些公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些树木的一个，第一个是树木的品质，第二个是树木的植穴的一个环境够不够大，能不能让它有足够长远的生长的计划。现场除了吸引未少的社区民众到场，包括议员林美燕以及服务处的发言人叶汉勋嘛拢到场来关心。民德里长陈瑞华表示，该计划对7月份起要陆续推动守护早树环境的生态。另外8-9月份，还有绿色共享、家己环境教育、世代共学等议题，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少子化冲击，台南市第6幼儿园沙仑分班已经收未到学生，敲定停招，后续将交由安南区公所来规划。对此，地方康公所已经有初步共识，将扩大予在地的活动中心来使用，朝向国防、社会福利、及民众的在家学习等大目标。设伫安南区沙仑活动中心2楼的第6幼儿园沙仑分班，伫活动中心启用过当2009年就开始招生，不过因为少子化，伫高龄化社区现在已经招无学生，所以教室的相关教材甲软硬体已经点到陆续整理，预计7月底清空规行公所规划，遮尔舒适优雅的教环境只好无奈退场。对此，安南区公所初步希望朝向国防、社会福利、民众的在家学习等多方面来扩大活动中心的利用。会鼓励社区来成立关怀据点来运作。那除了这样以外，像这次的整个一个台风灾民收容相当的重要，特别是沙仑里那里，其实停电也蛮严重的，因为临海边，所以这次的活动中心其实也有发挥部分的作用。那未来空间更大，来发挥的作用可以更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军平常的演习演练也都会到安南区来借一些活动中心。那基本上我们沙仑里活动中心未来也可以提供给国军来演练来使用。公立的沙仑幼儿园一直拢有真好的评价，教师也看到真侪教材甲设计活动课程，拢也清楚记载，希望唤起亲子对着家己故乡的认同甲情感。只是现在已经无学生的身影。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伫桃园有一间伫大楼内底的小间店面。厨汤内底的鸡卵糕、含甜点看起来拢相当好食款。头家翁仔某2个人因为爱食，斗阵离开金融业来开店创业，坚持使用上天然的食材来分享好滋味。对着镜头做回来看卖。位在大楼间的小小店面，橱窗里面的蛋糕、甜点都精致的让人好想吃一口。中立有一对年轻夫妻，他们以前都是金融业上班族，因为喜爱美食，常常四处吃，最后便决定自己开一间店。所有的餐点、饮品跟甜点都是老板夫妻俩自己纯手工，用天然原料制作。尤其他们的生乳酪蛋糕更是店内招牌。其实我们当时会做这一个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人吃了太多附加的添加的鲜奶油太多了，我们觉得那个口感太厚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清爽的概念。那所以我们当时会做一个比较少鲜奶油的产品，于是我们就产生了生乳酪这个东西。那我们诉求的第一个就是低糖，再来就是减少奶油的用量。因为我们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常常可以吃到的，没有错。可是吃的健康对我们而言相对比较重要。
除了甜点让人赞不绝口，老板夫妻俩还将过去在国外吃到的美味料理复刻在店内，而且配合现在健康低脂的饮食风潮，这些餐点都是用天然新鲜的食材跟好油制成，好吃又低负担。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到欧洲去玩的时候吃到他们的料理，就觉得好像还蛮特别的，就留了一个印象。那后来之后陆陆续续就发现这个东西其实第一个又很健康，那第二个其实好看又好吃，应该是这样讲。那另外一个这个是蒜油虾，那它基本上食材也很简单，就是一些海鲜啊，然后橄榄油啊、蒜头，可是基本上它就是要一个很新鲜的东西。那虾子要新鲜，海鲜要新鲜，然后要用初榨的橄榄油，基本上这个成本都很高，做起来不难，但是就是需要一点那个火候也要掌控一下，因为这一焦完全就不好吃了。那这个的话就是完全健康取向，那它就是用橄榄油啊，然后一些低脂的蔬菜，然后酥肥的鸡肉。那如果你怕胖的话，吃这个东西其实是最好的。这个菜其实是因为现在人很诉求健康，那跟我们店里的理念很像，因为我们很诉求健康，所以对我们而言，其实少油、少糖、少盐这些对我们而言是比较重要。虽然才开业5年，已经累积了许多常客。由于开设在社区大楼内，附近居民都会把这里当作休闲放松的地方。还有从开店至今的忠实客人，已经跟老板夫妻成为很好的朋友。事实上，开店以后刚开始，它只有吐司跟饮品。对，它的咖啡呢都是自己烘的豆子，所以很新鲜。我们一喝就知道，因为我的体质比较特别，我只要喝到不新鲜的豆子就会吐。对，所以有一些连锁的店，我有一些不太能喝。对，但就是喝到它的以后，我就是会认定它的饮品是我的身体可以符合，然后就保证是豆子很新鲜，然后烘焙的那个风味是我喜欢的。那甜点它的生乳酪蛋糕也是我们这边首屈一指的。那常常我们家里小孩生日啊，或者是家族有小孩生日，都会指定要吃散步到我家的蛋糕。觉得就是这个店有一种社区化的感觉，就是很熟悉，然后你会愿意来，然后老板老板娘都很亲切，然后东西也很好吃，就是可以放松，静静待着，享受一个人的空间这样子。虽然说已经创业几年了，但老板夫妻俩也坦言，虽然一开始是因为喜欢，但真的要开店了，才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开店后几乎没有假日，所有环节都得亲力亲为，辛苦归辛苦，但很有成就感。更意外的，因为开店而跟客人成为朋友，这都是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客人都变好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客人的亲切度很够，所以客人都变好朋友，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真的是不同的生活心态，因为以前我们是上班族，对，所以上班族是比较规律。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全部要自己亲力亲为，然后去动去想的一个体力活。因为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做这个之前工作嘛，其实假日也是到处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其实看了很多东西。那这个其实变成到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转化成现在的一个方向，可是实际上去做了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很多东西就像你讲的，理想跟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有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喜欢的，可是你要真的把它呈现出到变成商品来，其实是有困难度的，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就秉持着我们自己想要喜欢吃的，做到自己觉得很喜欢吃的，把它弄出来这样，然后做到可以，应该说。做到这个流程是可以弄出来一些好吃的东西，这样子。此外，老板娘也将桃园在地食材融入餐点，制作蜜香红茶司康，口感跟外面也比较不一样，是外酥脆内软的口感。她希望让食材在地化，制作新鲜美味的食物给客人。这个茶的司康是结合当地桃园在地的茶叶下去制作的那个蜜香红茶司康。那这个茶味相对会比较浓郁，那我们希望结合桃园在地的所有的农特产去做一些不同的产品别。那它是外酥内湿润的版本，所以让茶香味它会跳的层次会更大。然后会希望的原因是因为希望结合在地的食材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可以就近取材。这间店小巧而温馨，大片玻璃窗引来的阳光让空间更温暖舒适。老板夫妻俩特别将店开在大楼社区，
邀请大家散步过来放松一下，搭配美味的餐点、手工烘烤的香醇咖啡，以及手工熬煮的果酱跟气泡水，让来访的顾客在这里度过悠闲愉快的时光。记者赖伟一屯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
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